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係 Wendy。今集會同大家介紹美食之旅3日2夜嘅旅遊 vlog。喺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我，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少少鼓勵。上8點半，我哋已經嚟到深圳灣口岸，需要等到9點半就集合。所以我哋揾咗個位坐低咗先，出咗少少意外，大約10點半先上到車。團號 B36250 中山東莞2晚，雙希爾頓酒店。例牌一上車就每人派支水，導遊係小蚊子。我哋一過咗呢條橋呢度呢，就係左。今日幾幸運，勁好天氣啊！大船要喺度過啦，右手邊嗰度呢，就係南沙。第一站去食乳鴿，車程大約75分鐘。今次張台有8位團友。五指毛桃花膠乳鴿火鍋宴，鹽焗乳鴿每人1/4隻，臘味飯，紅燒乳鴿每人半隻。紅燒乳鴿係最惹味嘅，團友一致認證啊！環境幾好，一啲都唔算 hea。見到佢有個冬瓜盅，有機會一定要去試下。行過隔離5分鐘，有個市場可以行下。第二站任食菠蘿，車程大約20分鐘。落車行大約5分鐘。到達菠蘿果園，超多魚嘅魚塘。有時睇下多啲綠色植物，心情都會放鬆好多。條路全部都係石屎地，就算係上咗年紀嘅都輕鬆應付啊！任食菠蘿，任食番石榴。菠蘿唔係全部都甜，自己要揀揀啊！菠蘿冰算冰涼解渴，但甜度就比較高。見到雞欄，香港真係好少機會會見到活雞。第3站返酒店，車程大約40分鐘。中山希爾頓花園酒店。如果要打埋幾個喺出面，對面有酒店，對面酒店後門對面。正門泊晒車，旅遊巴已泊喺後門。啲導遊都幾勁，攞房都係等咗5分鐘左右。睇下間客房先 ，room tour。正正常常，冇咩太大特別。窗口望到對面嘅社區。內街嘅車唔多，所以比較靜。
一陣落去行下先。今次我哋住916號房，落樓去周圍行下。條街冇咩人，行得幾舒服啊！利和廣場附近有啲擺設俾人影相打卡。我哋入咗 Miniso 行咗陣，見有啲肚餓，就去咗牛約堡度試下。呢度有好多唔同嘅配搭，太肚餓啦，冇時間研究。叫咗2個包，都超好食啊！如果夜晚覺得肚餓，都係過嚟呢度食快餐店。第4站，1人1隻澳洲帶子加蔥油雞燕，車程大約10分鐘。粟米羹、蔥油雞，隻雞好大隻，味道好好啊，好有雞味。分蹄、茄子煲、5柳炸蛋、澳洲帶子、冬菇馬蹄小棠菜、肉碎蒸豆腐、臘味蒸鱸魚、上湯娃娃菜。返酒店車程大約10分鐘。我哋返房休息一陣，之後再出去玩。酒店外面就係古鎮站。夜晚行街雖然人少，但係感覺唔係太驚。喺呢間鋪頭嘅後面有個幾靚嘅打卡位。我哋喺呢度影相，打咗幾張卡。導遊講過呢度有宵夜嘅，但係唔知點解未開門。喺利和廣場嘅正門有啲親子遊樂設施。
呢間蜜雪冰城，淨係睇間屋都已經好有 feel 啦。我哋最後嚟到呢間串燒鋪買宵夜，老闆娘都幾好啊，知我哋唔識買就會逐樣同我哋講。哈哈，食完先至發現未拍片啊！估唔到啲串燒幾好食，食飽飽我哋就休息啦。美食之旅嘅第一日就完啦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大家記得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哋平時鍾唔鍾意返大陸去參加美食之旅旅行團？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！請繼續留意收睇我嘅美食之旅 Day 2。感謝你觀看我嘅影片，再一次提提大家，記得 follow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鐘仔同埋俾 like 支持我哋啊！拜拜。